来看2024年的大选，国民党这边拍算5月17中常会定调总统参选人。党主席朱立伦15暗时有去见鸿海创办人郭台铭，和新北市长侯友宜。侯友宜表示会尊重党中央的规定。民众党郭文哲这边今仔早起是去宜兰走基站拜庙，若民进党的赖清德宣布潘明安来做伊的竞选总干事。国民党9月17中常会定调总统参选人，15暗时党主席朱立伦会见鸿海创办人郭台铭、新北市长侯友宜，甲两个人说明民调甲定选的结果。侯友宜伫16表示讲，尊重党的节奏甲规定，不过听过派的筹话，原定伫个早起要举办呼吁党中央定调郭台铭的记者会，煞临时取消。无论过程如何，我都尊重党的节奏以及党的规定，我们按照我们的所有的步骤，全力以赴。我到现在还是认为郭董事长是一个最适合代表在野阵营出来这个挑战赖清德的人选，而且比较可能会赢。因为传出内参民调，八成的县市长还有真侪立委拢咧挺侯友宜，侯郭两派咧相隔，党中央伫个17个要来逼牌，含哪赢人选也未选定。民众党主席郭文哲伫个宜兰走基站兼参拜，过挂这两个人是不是还有合作的空间？要安怎合作，引起外界注心。团结一切可团结的力量。那不管是谁，我看在台湾也不是说什么谁跟谁合作，其实在所有议题上我们都可以合作。我非常相信呢，以潘孟安的本领，我们一定是可以好好打赢这场选战。民进党总统参选人赖清德伫个15日暗时开直播，宣布前屏东县长潘明安会来担任总干事。郭文哲估计要伫个20伫新北淡水宣布参选总统理念。记者综合报道。国民党